我是伊的未婚妻，伊为着要替我行罪，再将伊身躯卖予你。真凯你！小燕，你讲的是毋是真正？你讲是还是毋是？是。你欺骗我！这种代志你做得出来？你就拿出去！小燕，你有听无？人赶你出去，听，咱做者。阿金，我不爱走。我永远不怪你两个。你就是安尼，我定对你走是无？阿金，你听我讲。别听啦，你身份证已经摕到，离婚符嘛来啊，我甲你会当随时办离婚。你的目的已经达成啊，谁怎不爱走嘞？阿金，我嫁予你了后，我就是你的人啊。虽然伊即摆人伫咧台湾，也毋过我甲你保证，我无做对不起你的代志。我即摆无心情甲你讲迄未婚夫的代志啊，我要来走。阿金，我承认，我当初来的时阵是为着恁的钱，也毋过你和我母对我足好的，真正足感动的。所以我即摆就想要好好养好阿母，我想要替你生一个囡仔。你免遐假心假胆啊！阿金，你唔相信我无要紧，也毋过我拜托你，你互我照顾阿母，照顾到会出院好无？我欠你的，我还袂完。也毋过我欠阿母的，我一定爱还。你莫看你做到。何小姐，请问一下，阮阿母咧？恁即马才来哦，拄则要找家属，拢找无人啦，伊已经送去监护病房咯。啥？到底是藏在哪位？啊！想袂到这个阿婆有这么多金仔甲破链啊！这个店带着现金，是讲我无身份证是要哪有现金呢？阿金，食饭啊？我食袂落，即摆看到物件拢会变白。好，你无爱食，我嘛无爱食。免叫是讲你安尼做，我就改变对你的态度啦。较紧走啦，你踮遮看我的面色。医生，我母亲啊情形安怎？伊即摆血压嘛，较升转来啦，啊嘛较稳定，会用送去普通病房。真是嘞，安尼就好诶。医生，检查结果敢出来啊？恁阿母的切片结果是血癌啦，有足严重的无？第三期啊。第三期，那安尼是要安怎？我的建议吼是爱开刀啦，
伊正面戏部吼，可能要切一下。那我搁做偌久？无一定啦，2年才5个。等下后天吼，把它杀出来，安尼甲杀到白白休，我才2工就用出院啊。要开刀唔开刀吼，恁家决定啦。阿母，医生讲我脱离危险，就是咧安慰我，爱我安心的困，困去，我就转去。阿母，你别安怎的啦，莫讲个歹去了的话啦。戆囡仔，这条路每一个人早晚拢要行，是讲敢若砍扫做是检查，都要治我的命，我可真唔甘愿。阿母，你好好休困啊，莫想遐多啦。小燕，阿母，你将醒啊？要啉滚水无？还是你想要食啥物件，我来替你买。唔免，这几工，互你辛苦。阿母，你若安尼讲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阿母要拜托你，这关我若是无法度过，你要替我照顾阿景。阿母，你莫别想啊，你的平安无代志。我是知影，情况无好，恐惊我剩无偌济时间。阿健，真济癌症末期的病人，拢过会当活几来年。阿母的病情袂遐尔严重，你莫遐尔悲观啦。而且阿母意志遮尔坚强，一定有法度过关。你也较坚强的，莫阁哭。我唔对，我袂能够，我即摆已经专心照顾阿母才对。照顾阿母的代志，要交互我。留伫阿母边仔的，一定是上深的人，迄个人，无可能是你。我来。唔免啦。你去食饭啦？你到底是安怎？无啦，
开始食糜啦。家己会用食，免你饲。你唔讲，小燕，你甲阿母讲，恁到底是安怎？我唔知影。你唔知？阿母，以后我来照顾你啊，无需要伊啊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恁讲好清楚。阿母，阿母，你有要紧吗？真开毋是阿兄，是未婚夫，伊是为着钱来嫁予我的。小燕，这敢真是嘞？真是嘞。也毋过阿母，这拢是较早的代志。即摆小燕已经毋是当初来迄个小燕啊。你莫伫阿母头前讲好听话啦，好走啦！我不会走。你。小燕，阮兜已经无钱啊，你是安怎唔走？阿母，我唔知你即马还可以相信我无？阿哥，我即马真的就想要留来照顾你。阿母，莫相信伊的话啦。你若对咱无情无义，你走就会用去走。如果愿意留伫病院甲我照顾，安尼就表示伊靠你伤济，良心不安，所以拢赶走。你只要伊有良心就好了。只要伊见这一天，伊就是我的新妇，我准你赶伊走。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情花，啊母亲花，可比母亲哎，小燕，恁阿兄，啊你还袂走？我要走啊啦！阮师傅娘甲阿庆啊，这几天我是安怎敲电话来，拢无人接电话。前嘛用大院啊，啥？大院？啊是当时的代志啦。几工就去大啦。啊有严重无？我哪会知影？但小燕甲单上囝也拢无转来啊。哇！啊，因两个拢无转啊！安尼师傅娘一定足严重的，啊是对天病院啦。好，你不要家己看的哦。我要来走。等下，我问你，阮师傅娘在大病院，今仔日伫院啊？是啊。哼，来是双手空空，即马要走一包遐大包啊！这是因送我的呢。因送伊，拍几啊看卖？我这什么意思？你若咧讲是你侮辱我的人格呢？你搞怎个查啦？又在你安怎讲啦？我叫你拍开，我看你就拍开啦，拍开啦！好啦，互你哦看一较真正的啦。哼。安尼好诶，规条拢金啊！啊来啦，好。算你较衰。
我来带你走的，先煞来看觅这个阿婆啊。无论安怎讲，伊捌受辱过我，即摆要走啊。我希望伊当较行开口。我不准你安尼讲，我不会无代志。好啦好啦，凊彩要安怎讲就安怎讲啦。哈，你紧走，我再甲阿母吵精神。小燕，你听我讲，我拄到一个共乡的，伊讲伊有才调，安排咱两个佚佗，甲咱住的所在。伊即马对我走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互你好日子过。真该你莫逼我，好无？我真是不当对你走啦。小燕，敢讲遮尔长的感情，你就要互伊放水流死？真该。阿母，我无偌久啊。医生讲，伊肚子敢若当活2年到5年。我拜托你，互我尽一点无啊，做新妇的义务，好无？佮康怎讲？我是合法的新妇啊。你意思是讲，卡水若不要离开人间，你要奉台10年8年是？安尼同好啊！万一阿母若真是转去，我又搁含你离开，那你上紧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我甲你讲，迄是因兜的代志啊！真开，咱袂安尼啊自私。你对我走好不？你对我走好不？好，若是阿母的病情好转，我就提早走。也毋过你答应我，你想离开，我会等你大了和你结婚。你答应我。好，我等你。我伫楼下等你，等你紧甲我走为止。心爱的，再回来。心花，阿母情花，阿母，你毋是拄仔困呀？哪会精神？拄则迷茫，忘记我去一个从南北去过的所在。哎呀，我看到阿囝在哭，伊家己一个人，无人甲斗相共。阿母，你想伤济啊啦，才会做这种梦。小燕，阿囝啊，带着你，是伊的福气。你答应我，好好照顾阿囝，唔通放伊家己一个人，好无？阿母，你唔肯答应我，你要转去正确的身躯边。不是，阿母，你的病还紧要好起来，我要和你做伙生活，咱三个永远拢不爱离开。